是在脚底下，当然有快攻的机会，你要快攻没有错。地板球，哇，危险啊！直接吗？挡在前面，哎呦！结果这个球虽然有一点缓慢，但是似乎呢受到了碰触的关系，所以改变了他的这个轨迹啊。没错，刚好越过了门将的防守。虽然这个速度并不是太快啊，但这就有一点点小意外的一个状况。因为他射门碰到了翼伟的脚底，而此球产生了另外一个角度。再看一次，背号21号安纳朵迪耶夫。就是因为碰到了，所以改变了这个球的一个弹跳。没错，其实这个防守的那个距离，如果能够再靠近一点呢，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看的战术执行上呢，看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。不过还是要小心啊，后防的防线糟糕哇！奈亚内变 Minskov， 这其实就直接被对方给穿了。其实没关系，还有时间。其实中华队的所有的兄弟们，其实还可以再把精神提振起来。要特别注意，在进球完啊，要特别再注意。不过这球的确后防是完全没有跟回来啊，让对方的主力球员 Mingasov 呢轻松的在门前突破。要赶快把球传出来，让那个防守球员能够移动。有机会，不错的配合，跳到禁区，有没有办法控制球？突破倒地，12码球可以了，罚球。有12码的一个机会。再看一次刚刚。吴俊清跟温志豪的一个成功配合，交到了朱恩乐的脚上。没错，的确是在禁区犯规啊。成功的进去了，陈柏良完全呢让这个门将猜错了方向。是的，12码的罚球顺利的进球。中华队1比2落后，在上半场的这个时间呢，应该也差不多要到了，这个球可能开进来。裁判没错，已经响哨音了，非常好。好，所以这场比赛球迷啊不要放弃，因为还有的打。可以看到满场的球迷现在是欢声雷动啊。是的，这的确中华队就是需要有多一点这样子的配合跟效果。没错。再看一次刚刚陈柏良的进球，对方的王牌门将完全猜错边。OK， 上半一下越位。防守啊！哎呦！等一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一个乌龙球啊！是的。但问题是，这个乌龙球的确是不应该啊，因为你如果掌握了球，你应该往外送啊，往外踢啊。因为他的回防的那个面向是面对着球门，你注意看一下，他是面对着球门，所以说他本来是要，他应该就直接往外踢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可能在这个球，可能也是要往外踢，可能一个 miss。哇，现在对中华队来说，当然是比较致命的一个打击啊。